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没有。2次，俩要。俩二。要吗？不。5、6、7、8、9。快点儿。嗯哼。老板，楚鸿飞又被提审了。法院不是已经判了吗？又被提审，说明也许他们又掌握了什么新的证据，要当心啊！万一他嘴不严，扛不住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呢？我们要尽快把他手里的我们和他生意往来的证据都找到。明白。稍等。小天儿，过来一下。查一下楚鸿飞。他之前被公安机关提审，今天上午满24小时就被释放。喂，喂，老板在呢。刚才我们查了一下新闻，他应该没说什么吧？而且过了24小时，不是已经放了吗？这件事马虎不得，该清理的一定要迅速清理掉。明白。你旁边有人？啊，新收的一个小弟，这孩子挺不错的，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带他去见见您呢。我正好需要一个生人帮我做点事情，我手下的人脸都太熟了，出了事就会牵扯到我。你马上带他来吧。好，东西收拾一下，跟我回上海见大老板。这是怎么了？鸿飞，怎么了？我说过，在我画画时不要打扰我。对不起，我怎么了？我只是撞的不。好了，知道，状态这种东西是要慢慢找的啊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好心。不要这样。我最近看到我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不会画画。我拿起画笔的时候，我没有以前刚学画的时候的快乐了。我不想再画那么久的了，我不想画了。好了，不想画我们就不画了啊，不画。
欧阳先生他亲自来了。欧阳先生一向行事谨慎，但这次他非常想见您一面，所以他就提前过来了。欧阳先生，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！啊？替我杀了他。老板，坐吧。大老板，就是你，啊，这就是金小天，身手不错，人也机灵。长得也蛮精神的。谢谢大老板。让你做的事情都办好了吗？啊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一定要盯紧些，不要遗漏了什么。成了把柄就不好了。我回去以后会派人再检查一下。大老板您放心，我也会帮着辉哥一块查。对。既然辉哥这么欣赏你，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对呀，你去一下楚鸿飞家里，需要找什么，辉哥会跟你交代清楚，不要遗漏了什么，都带回来。老板，他还是个新手，这个事情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他很厉害吗？辉哥，顺点东西而已，我想我没问题。好，做干净一点，把东西拿回来，交给我和老板。要仔细，包括陈正乾的电脑，也要找到，查清楚。先生回来了吗？还没回来，小少爷也没回来。那你先下去准备一下，我一会儿就下来。好的。
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我把书间里以前的老画稿都翻出来了。明天再来收拾吧。好的，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，特别是少。我知道。记住。东西呢？辉哥还没看到呢。给我一样的。大老板，您果然是神机妙算，东西真的在陈真前呢。你也果然厉害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您随时吩咐我。我会的。停车。那我先走。手稿，我到哪儿才能弄到楚鸿飞的手稿？
我心跳，我掌控，我洒脱。姐姐，这是哥哥让我给你。哎，哥哥。楚飞。
好的。这样也好，让日本人盯着严少白，至少你安全了。小天儿，离开大华吧，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最近欧阳先生找你了吗？没有。在我还没有完成任务之前。小帅哥，你看你这身体不太行，你看这儿。什么任务啊？还好。还好啊，这几天伤神了吧？即将打响，我必须要做出合理。最近有心事啊。最近睡得比较晚，都在想着怎么帮咱们公司挣大钱。放心，只要踏踏实实跟着我，但是我相信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对战局的胜负起着重大的作用。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谁来的电话呀？刘王，欧阳先生。所以我才告诉了你事情的真相。接吧。看看什么事儿。老潘同志，一路上还太平吧？哎，大老板好。小天儿，你在哪儿呢？按摩呢。这是我找你来的原因。是和惠子在一起呢？迹象显示，他很可能隐藏在大华旅社，要不然没有，我自己出来的。我马上发给你一个位置，你过来一下。是来了几位陌生人，有事。他们分别住在哎， 301、好嘞好嘞。和303房间。找你有事儿。是，他让我现在就过去一趟，但没说什么事儿。那去吧，看看具体是什么事儿。好。军统上海站仍在布着抓捕巨鲸的行动，我想去打探一下消息。要小心。小天儿，我等你回来。放心吧，辉哥。大老板，觉得这里怎么样啊？很糟。这是这栋楼里最大，也是视野最好的一间房间，喜欢吗？我没太明白您是什么意思。这是我新注册的一家公司，你以后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。辉哥那边，辉子那边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以后好好跟着我干。可是，走吧，去看看你的办公室。太好了，鉴定结果终于出来了，我看他们这回还有什么可说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打算提起2次上诉啊？我想尽快吧。说起来，还是那几张被烧了边角的画稿给力，一看就是楚鸿飞来不及烧毁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一个朋友交给我的。一个朋友？他是谁？在哪儿呢？现在你赶紧告诉我吧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好好干吧。谢谢大老板。
喂，你好。95958。喂，我是陈建春。陈副局长，金小天，你在哪儿？安全吗？马上报告你的近况。陈副局长，我现在人在上海。今天欧阳约我见面，他开了一个新公司，他让我去他公司里面上班。是这样的，前2天欧阳先生让我帮他偷一个 U 盘，在楚鸿飞家里面，我想应该是他们经济往来的账目。哦，那你找到了吗？在你手里吗？没有，现在在欧阳手里。啊，你安全就好。这个证据呢，我们以后可以想办法再找。现在眼下看起来，辉哥跟欧阳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，他们随时都会有大动作，只要他们一行动，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。好的，你要注意安全，特别要注意隐藏自己。陈局长，陈局长，对不起。小姐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首先，保护好自己。你当初的无奈之举，我们能够理解。情况没有那么坏，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。我们期待着好消息。昨天晚上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。来，我给你带点吃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待会儿我看着，你回去休息一会儿。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。这一枪虽然没打中心脏，但也伤得结结实实的。是啊，再等等吧，我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冯队还活着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啊，否则他就白挨这一枪。金小天儿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姐姐，这个是哥哥让我给。哎，哥哥。楚飞。喂，我在咱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大排档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好。凯文，我不是有意要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只是想还回我爸爸一个公道。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丽丽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最残忍的是什么吗？你不但让我不相信自己，
而且现在连我的家人我都不相信。现在他们说什么我都觉得在欺骗我，你明白吗？可至少你还有家，你还有父母的陪伴。我呢？没关系，你想骂我就骂吧，我不反驳。今天我来不是要骂你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如果你拿到鉴定报告，可不可以晚1个月公布？在此之后，我会带着我的家人离开，永远不会回来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丽丽，你知道吗？面子对我爸妈来说太重要了。我作为儿子，我有责任帮他们保护好这最后的一丝颜面。对你来说，没有任何改变，真相依然属于你。反正都晚了这么多年了，也不差再晚1个月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替我的父母向你道歉。做错事的人不是你。这是我公司的1半股份，你应得的，希望你能收下。再见。Kevin，Kevin，来啦，放在这儿。搁这儿吧，陈妈。哎，志汉，来，快坐下一起吃饭吧。哎呀，我们3个人好久都没有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啊！来，给你一个虾，你最爱吃的啊。再给你一个啊。怎么了？你们2个吃个饭都这么严肃啊？连句话都不说？说什么呀？都说了几十年了。爸，妈，咱们家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有一个建议，不如换一个新的环境生活吧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这个媒体记者天天盯着我们报道，既妨碍妈妈做生意，又妨碍爸你画画。我那时候在澳洲留学的时候，咱家不是在澳洲买了一套房子吗？我想，不如就这个机会，咱们移民澳洲算了，在那里可以开始新的生活，是吧？你考虑问题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我们现在走，那不成了畏罪潜逃了？我能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口实吗？哎呀，你别那么激动啊！儿子也是为我们这个家考虑啊，他是不希望我们再受外界的那些流言蜚语的影响。吃吧。志汉，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劝劝你爸爸的。妈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件事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我就想知道真相。到底谁在撒谎？那幅画到底是谁画的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真实的答案？哎，吃饭呀，妈给你盛汤啊。不吃了，饱了。谢
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红坊画廊，著名画家楚鸿飞和他的妻子陈振倩的一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走进他们的生活。楚大师您好，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专访。近日啊，您跟您的画作《雪山画派》也是一直在出头条。那对于这一次的官司，您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如果说我现在还是20年前那个无名之辈的话，我估计我想上头条都没有这个门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官司呢，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，它也能折射出很多的境遇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您创作的是雪山，但是您常年居住在都市，那您是如何来保持对创作的这一份敏感度呢？雪山不仅是在香格里拉，它就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前。这是需要早年间经过大量的磨练才能够练就的，唯有厚积才能薄发嘛。说得太对了。那您有一个人人都非常称羡的家庭，这个对于您的艺术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？我这样给您打一个比方吧，我的太太呢，就好比是一泓深潭倒映出来的月光，它平息了我所有的躁动，让我能够持续的理性。我的儿子之汉呢，就好比是一轮冉冉上升的太阳，每当我看到他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浑身充满了热情。它能够让我对眼前所见时刻的保持一份接纳和包容。新月，再怎么样你也吃点饭啊，否则怎么有体力啊？
遇见对的爱人有多不易，靠近时光才换。